感情会去封印。若是冷冷清清，就怎已经会幸的幸福是无可能。我这款个性，通通是本性，嘛不是保佑。已经冷冷清清，美梦袂当完成，伤害已经来造成。不知这段情是幸是负气，继续的感情安怎还？感情会去封印。若是冷冷清清，就怎已经会幸的幸福是无可能。我这款个性，通通是本性，嘛不是保佑。已经冷冷清清，美梦袂当完成，伤害已经来造成。是幸是负气。